除了南部，早暗台北落雨，這大巨蛋是又擱漏水啊！未少看棒球比賽球未去壓到。台北市府是表示講，已經開通知單，要求晚上6月25之前都要改善。雨水一直為大巨蛋的頂面流落來，大巨蛋車庫拄着黃霜雨，佫發生漏水事件，予佇大雨到場觀賽的球迷，予流落來雨水，南加淡國市議員也佇面冊發文批評。這4年來呢，我相信球迷朋友、市民朋友、歌迷朋友非常的無奈，因為漏水反而不成新聞，不漏水才是大巨蛋的大新聞。對開大錢的大巨蛋，不時拄着大雨就漏水的問題，民眾也攏在議論。我較早嘛是做防水，我知影頭做無，後壁防水要修要用，真的是不簡單，不容易。工程停那麼久，有些地方都生鏽什麼的啊，觀眾都進去的時候，開始啟用的時候，毛病就會出來啦。行銷專家認為，大巨蛋一直有漏水的問題，會打擊民眾使用的信心。進場觀看的人呢，他則是會更在意。如果今天在下雨的時候，是正好有比賽，或者是正好有演唱會，是不是也就因此代表這些人的權益會受損？要求遠雄巨蛋公司於115年6月25日前完成改善。體育局已要求遠雄巨蛋公司派員至現場查明原因，並妥善處置消費者換位事宜。對此，北市府表示，已經針對大巨蛋場館漏水問題開檢點通知單，要求遠雄巨蛋在25之前完成改善，也愛妥善處理消費者的換位代誌。若未當在限期內完成改善，會依約來裁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